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谷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來》。我相信观众朋友唔試過冇看過法國料理，你這種伊個太太盤的把菜擺像一副白樣誒，又好食又好看。但是觀眾朋友有想過冇？嗰種我哋把客家料理，譬如講我哋看到嘅我哋咧客家嘅炒肉啦、客家鳳肉啦，冇講是太太炒，用法國嘅擺盤嘅方式來把啲客家料理，唔定會變出乜個花樣出來。你今日有想到內邊佢睇睇到，如果擺係兩項東西，南腔下咪做幾好嘅廚師，伊幫我哋客家料理，唔單止擺幾醬哦，啊幫意思嚟嗆嗆，我哋馬上反映我哋內邊，我哋咧主廚，我哋咧秋雨係嚟到我哋現場。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妹邱玉涵，我來自於南美縣。玉涵想問一下吼，你這個本身做廚館做幾久嘅呀？差唔多20年。20年，可是其實我哋提供廚房嘅工作幾日，吼有規模限，當初做乜想去做廚館咯？因為做廚房吼冇法度嘅啦，我唔卡冇人出來做咩？爸爸媽媽又係很愛過去聽書，我當圖書畢業呢，又很愛過去聽書。嗰種你卡本身都有開店冇錯嘅，錯。咁都開睇哪麼些係咪？唔係呢？開睇咩？嗰做失敗是我阿婆賣米粉湯，係。都做起嘅嗰種賣麵嘅啦，對，賣麵嘅係。後來我爸爸媽媽能做傳湯，煮傳，安尼做烘焙。嗰時候後來做到爸爸媽媽其實年紀嘛太，希望有人食。嗰時候都問，你睇有一度嘅兄弟姊妹啊？我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咁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咧，做乜我偷到人去接路卡係試驗咯？係啊，有工作咧做咩？我能畢業呢？又很愛去外國行啊！咁你這時間，你這個太好嘅時間，冇那種特殊嘅時間啦，嗬，係咪做專門做類似的那種廚藝學校畢業嘛，係咪？唔係呢。咁那你去接，你就搞自助餐店，我切磋下嘅時間。呢時間冇咁厲害啊！嗰時全部對頭腦開始學，對基礎開始學。錯噶。可是學來可以學出啲興趣出來，係咪？目前嘅人咧講吼，做東西愛專心，做料理愛憑良心。所以說後來我就去高餐，去學習怎麼做料理。做事情愛專心啦，哈，做料理愛有良心，因為你做個用物嘅東西，其實有時就調味嘅過後，你根本食唔出來。好，像我哋有時就講我哋滷味啦，嗰種你東西有一些發現，你去嘗試滷，其實我哋一般人嘛可能食唔出來，但是佢都有啲良心嘅問題。個後來你這個做料理，你這個就要讀高餐咯，係咪？你咪講樣啊，人家嘅廚藝要再更進步嘛。是啊，傳統嘅做法吼，阿婆又講要幫一些咧，一個用嚟做，都只是講一個比較虛的東西我要睇唔識，我要冇了解嘛，要去學做料理又會更清楚，溫度要幾度，我們的時間掌握，然後顏色要到什麼程度，時間要多久，呢比較能夠掌握食材它的合適性。嗰時唔係一種，其實係一種更理性嘅嗰種廚館啊，哈，因為我哋以前嘅人都講，原來你鹽下落好啊，鹽少許，味精少許，乜都少許啊。好，嗰時如果，但是你即個你因為講，其實應該唔啱嘅，伊料理其實係啲口學，好，伊係一道溫度，愛下油鑊，一定要有土理，安尼可能唔係那麼鹽放落啊，就冇做乜嘅。嗰時你即個味道，愛追求一啲過好嘅料理嘅方法，嗰時你如去高餐，咁後來我就去法國咯，而且係藍帶廚藝學校，其實冇簡單嘢去嘅地方咧。運氣好，
刚好那个哈维菲有办一个传堂啊经理人的一个班啊，培训了1年啊，比赛之后，我们被筛选上去，就2个主厨去法国。咁你其實法國這個回想起來，你這個本年影響到你學到最多的東西係乜呀？法國菜哈是宮廷料理，但是它一樣是用原食材，而且是合適的當季食材。客家菜料理上統的道理嘛，比如說當季的東西是最好吃的，而且價格最便宜。客家人最在意的就是不要太貴。那所以說客家人的精神，其實在這個盛產的時候表現得最好。那其實是跟法國菜是相同的道理咩？只是說我們是農村菜，但是我們怎麼樣把農村菜把它做得像宮廷料理一樣取量，這樣子去表現，按你看起來夠精緻，夠健康。可是你這個唔會感覺到講，我哋平常食得客家菜，如果我哋這啲鄉村菜啊，我哋嗰種貴廚學用啊，其實法國菜同我哋客家菜其實喺精神上面係共樣的。第一嚟講，一定係先當季嘅東西，就是當季嘅東西。我哋而家也時節出產乜嘅東西，我哋都食乜嘅東西，唔可以食嗰種過季嘅食品哦。你講季節過去嘅東西，聽見都講，其實我哋講究都講，我哋也地方出產乜嘅。我哋用我哋的手法去把它改變。對，好多從其實法國菜用，從你嗰時間你在法國的時間，你有帶台灣的菜去本地去比的是嗎？有，我們最經典的梅乾扣肉，如鹹菜鳳肉啊。係啊。伊人的感覺都係，伊人食起來的感覺很樣咯。很特別，因為我們客家料理是純釀的味道。因為它是日積月累曬的蘊藏的味道，然後我們利用我們的肉去燜煮之後產生的香氣，無相同。你講有個菜用按特別哦，係有嗰種滷過嗰種味道嗰種我哋講歲月的味道。聽見你講嗰煮嘅嗰種油味啊，有冇按油嘅？但是有嗰種鹹菜嘅香味，下不提起喎。後來一定感覺到野菜係咪鬼特別？係啊，咁你幾時就除了帶我哋那個賣嘅我哋啲鹹水鳳肉以外，咁從幾時就你要學到講，譬如講我哋頭到一開始我哋把客家菜很容易學習到法國料理嘅嗰種特色，我都講一啲優點。法國菜它其實是一個宮廷菜，傳承100年的。那台灣的客家料理冇相同，它的年代比較短，那也會因為我們台灣本島風味跟那個特產都不一樣，每個地方特色都冇相同，所以客家料理它就只是一個鄉村菜。不過我們客家菜就是地方特色盛產的東西，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料理呈現。那法國菜其實也是一樣，它就是食當季用當季，只是說我們客家菜最特別的就是有釀造菜。法國裡邊嗰啲我冇看到嘅東西嗬，所以我哋今日看到講，中日本我哋咧客家廚房嘅景點，係唔係最近出的書係咪？也個是我們客家美食交流協會集結25個廚師做嘅135項嘅菜，同大家知道說，我們這個客家料理的書籍最傳統的菜的集結在這邊。中日咧。唔同佢講，我哋咧客家廚師交流協會，伊係一定用嘅一個社團，無論一個協會啊。這個是集結我們全台灣的客家廚師，或者是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美食者，然後一起組成的一個協會。那我們主要就是要推動客家美食，到全台灣。聽講睇下協會裡邊係個副理事長係咪？係啊。跟住像咱嚟見下做副理事長，按頭都有講佢哋佢從有一啲工作都講，把客家美食推廣到全台灣。要用嚟推廣啊，其實冇咁簡單嘅，能用嚟推廣，因為能用去哪一路去發通啊，還是講哪一路去做本意思？你見家係做法很用嘅呀？其實這些全部都有做，但是現在我覺得走的最基礎的。
应该是说我们从照顾我们长辈开始，因为长辈最懂得客家的味道。那我们这些后辈有机会去表现，让长辈他们现在也比较不会去做这些料理了，因为晚辈不会做给他吃。那我们这些厨师的热忱来准备这些料理，当地的食材，然后有客家味道的东西，让这些客家长辈、照护站的前辈们来品尝看看，然后甚至跟当地的客家妈妈，或者是不是客家妈妈的志工妈妈一起来做这些料理，用新鲜食材来结合我们的在地的酿造菜，来做不同的菜色给长辈来食用。我相信我哋泰米莎吃的一定会quite感通的，因为就像我们同我讲的，其实要做呢quite传统，无quite经典的客家菜的人，可能都已经无安多的。但是你哋係一啲專业的，我哋講廚師，好體現我哋嚟照顧我哋嘅泰米莎，好可能伊陣萬世食嗰東西，係落門為主，結果你做美食的，伊用我哋菜體的食材，和我哋暗食材的一種食材，去提做美人食，佢一定嘅反應很有，很感動啊！因為年輕人很多已經都忘記阿婆的米西、媽媽的米西，那我們現在有機會去表現，那我們也是很感動，因為有時候可以遇到長輩啊，他們做一些他們很經典的手藝釀造的東西來跟我們做交流。那有些我們廚師有些料理都還沒有吃過，那做這方面的互相學習、互相的互動，其實是很開心的。那長輩吃得很健康，那我們也學得很有心得。還有最重要一個，你要把嘢嘅素意去教俾嗰度，我哋講社區媽媽，對對，咁一定可以繼續流傳下去。錯，而且要做出一個健康的料理，非加工食品的食物給我們的好朋友一起享用。一啲好嘅料理唔單止係把東西做好食，其實亦還可以溫暖人嘅心哦。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為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一段節目我哋咧小主廚同人講法國料理同客家料理無同嘅地方，啊同時嘛得嚟一本書我哋咧客家廚房經典。小主廚哦，我哋你喺地杯吼，你有感覺到你最希望最好嘅一道菜嗎？幾道，不過吼，教大家嘅吼，因為佢簡單咧，像一個黃梨炒木米。哦，黃梨炒木米，它是最簡單的，而且它是我們客家在南部鳳梨季那個搶名吼，也是鳳梨進度的時候來做一個料理，順便盛產的時候還可以做鳳梨醬，那新鮮的我們就來炒那個木耳又養生。其實亞洲料理啊，只是印象過程入面吼。這是我哋嘅黃梨去睇出的時啦，哈，這是你一如果看到有東西，但是我吃到食都講，而且我哋以前吼，我炒一些東西，我哋講黃梨吼炒豬肺啊，炒豬肺，鳳梨炒豬肺，對，還是搭醬哦，因為個豬肺是放來吼，佢像我哋人家講泡過的嗰種麵法啊，哈，但是吼又有些黃梨的那種甜甜酸酸啊，可是後來都開始有人都把個豬肺來取代做糯米，去用一批時，然後就變成過好食的，因為糯米好食，哈，是放來又鹹甜的，而從我哋嘅廚師講嘅，其實我哋黃梨太出的時候，後來都可以來滷黃梨醬，對，好黃梨醬嘅做法就幾多嘅哈，像唔知個有聽嘢愛介紹問他家嘅料理冇？有啊，南部的菜介紹之後就要介紹北部的柿餅燉雞湯。哦，柿的餅哈，柿餅真的係我哋北部新做嘅那個有名嘅一個特產哦。對，我真是冇試過呢，柿餅去燉雞嘅，也係放落很用嘅裏面頭啊。它是有一點點甜甜的，然後它其實蠻潤肺的。然後如果你燉的時間又夠長，它的湯品有一點點芋頭色、烏色，很漂亮。
其实也部分那种是我哋南部真的贵少看到，因为我哋的南部唔适合种丝诶，好嘛冇办法塞丝管，但是也种东西我哋。如果我说冇水果，但是我汤人嚟讲，我都想讲，佢丝嘅饼吼，嗰種水果嗰種香味係水果嘅甜味加嘅雞湯底部，有時人以為雞湯嗰種雞油，但是也俾水果東西加入去，一聽幾好食。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尤其是冬天嘅時節，係啊。剛剛我嚟介紹我哋南部兩套嘅因為佢有代表性嘅料理啊，睇得到我哋咧炒水蓮。我哋闽南嘅炒水蓮，其實以前哦，我爸爸講，以前哦其實幾上意思，但是後來佢發現伊幾健康，也口感又幾好。對。但是我哋咧炒水蓮嘅時候，因為我哋都睇重要點啦，我哋對一種水蓮嘅東西，如果有研究講，因為水蓮佢寒性的食物，對。佢一般來說，我哋在炒水蓮嘅時候，我加一些薑啦，無論一些麻油，去中和也嘅嗰種寒性。對。咁你哋廚師。睇看炒水蓮的時候有乜個東西要注意嘅嗎？要快炒。哦，要快炒。我們叫它18秒的菜。哦，18秒都要希望都炒嘅。對，因為你要搶快，搶它的溫度，保持它的脆度。牙臉的米絲會好，就是它的脆。嗰時其實也要火個太呢吼。對，一下去嘅時候馬上炒啊，如馬上都出來18秒。對。如果希望。對，包括調味時間。嗰種某個東西攞先上好。錯啊，安尼按腳啊，炒快炒鮮炒青。係，以嗰種脆感，然後好，然後非常的脆脆。所以在家裡哈，其實會覺得也連自己炒不好吃，好像外面炒的特別好吃。好，原來你安尼，我哋即個買嘢嚟炒出來，你感覺到講，起個都唔係嚟脆脆，讓你嗰種綿樣嘅。原來你我哋超過18秒啦。對對。個我聽嘢介紹又好，你我哋南部最有名嘅酥頭排骨。好，伊酥頭嘅係我哋應該講嘅，其實我幾少看到其他地方有買樣嘅酥頭排骨，但是我哋每幾種人會專家我來到我哋咧屏東啦，其實酥頭排骨係有一種播出來有一種一開始有一種濕濕嘅味道，但是後來等於煮過久一些，嘅酥頭香味出來嘅時間，加嘅排骨嘅味道都真係改加咯。係一碗嘅加一碗，夾咗再加一啲我哋講酸頭頭油，好嘅我哋咧排骨去蘸頭油，實在有好食。對。而且客家醬油也很講究，自己院子的香菜、九層塔啊、蒜頭啊，黃金比例下來，再加一點醋、一點辣醬，夠好食了。請問一下，恁當初出一本書啊，伊當初伊的想法係乜呀？希望把這本書最傳統的客家料理把它留存下來。那當然也有遺珠之憾。所以我們這裡只精選了135項的菜，那希望它能夠把這個客家的傳統精神保留住，讓我們這些客家人記得我們最傳統的菜是哪些菜肴。那有機會我們也可以發展更年輕化的客家料理。可是一本書最主要的精神，都希望把我哋以前我哋可能我哋咧阿婆啦，我哋我哋阿公嗰度，嗰時節伊哋食啲客家菜，人風不同啊留下來。只係講我哋咧下一批提供以前啲人很容易注意到我哋經典客家菜，我哋個經典嘅客家菜。今日我哋現場話看到兩個，其實我看嚟幾久啦。伊哋都我哋咧鹹菜鳳肉，能夠梅乾扣肉，伊哋都我哋咧南埔粽。你喺你現場嚟講下，乜嘢係南埔粽啊？南埔粽最重要就是它的粽葉，沒粽葉唄？不是，所以它煮起來是有一個特別的香味。最特別是也許南部的媽媽們的做法，可能也跟我們部分南部媽媽做法也不同。那這一個手法呢，是番條夫油蔥特別多，那一定有皮豬肉，然後一起融合在這個粽子裡面，產生出來的味道，再加上這個粽葉的香，一起在鍋子裡面，因為熱水的翻滾而融合在一起的味道。湯人嚟講啊，我哋已經想到講嗰種食下去嘅時間，我喺個最底部可能都有豬肉嚟做。跟你講，以前我哋個昆曼法底部嚟講啊，好像看到海浪在我的嘴裡面翻來覆去。我等一下看到糖到嘅
披到嗰種叫薑葉啦，的那個野薑花的味道啦，哈，的那個豬肉嘅米頭啦，還有我哋講嘅油蔥，好，嘅啲加入去。咦，頭先講嘅南部粽啊，其實我哋南部粽，如果我哋啲米係生嘅啦，對，好，我哋米係生嘅，然後我哋用外面唔係用竹葉嘅，係用叫薑葉，可是以整方來嘅時，有沒有整了，係用水煮嘅喲，好，煮方來嘅時節。而家亞白米頭都全部係種嘅地方。對。但是因為我哋其實像我哋南部吧，像我哋喺屏東，我哋咧南部種其實有個簡單，其實我哋如果用叫薑葉，我哋都生米，同埋嗬，然後如果我哋一粒嘅花生、飯頭，還有最多都加一片肉。其實有一啲嗰個那個時期嘅事情嚟講，我哋以前有啲朋友對金門來，其實我哋講，我長生南部種哦，一打過來講，東西係咪跌喺度哦？地方無聊啊，因為人金門種啊，好多人有時講我哋好容易嚟種嘅，嗬，乜嘅都假啦，尤其係金門海鮮啊，乜嘅亂黃啊，乜嘅東西，結果打過來拍拍講，東西係咪跌喺度哦？冇爆啲嘅，但是按你看到佢拍槍嗰種嘅，其實如果係食到糯米最強嘅米頭，還有嘅中葉嘅米頭，對，剛才如果見到吃剩嘅人所謂南部種，普通嘅人咧煮厝。喺講法時都要講一講，其實伊哋喺幫我哋啲飯頭腐去冰天皮，我哋幾片咯，其實喺度直接冰一整粒嘅飯頭，好冰天皮。但是我哋是冇試過講，啲寶寶要加油蔥酥，我哋幾邊喺冇加油蔥酥。嗰時候我都推啲觀眾朋友試一下哦。你啲油蔥酥幾香咧？呢個油蔥酥同佢糯米嘅香味，完全合腔下。我唔前識到飯頭飯定係哈哈，好，唔可以繼續講唔怕。中人乜嘅時候會做呢種嘅？掰芽，祭祖的時候比較慎重，我們就會包粽子。哦，你把所有的料精華都一口吃進去，你等一下一定很有心得，而且那個米飯啊都吸滿了那些味道。就要等阿明哥你公布答案好不好吃？非常好食嘅，因為啲飯頭腐啊都同啲豬肉啊合腔下。那豬肉有的會因為係拌醬肉，好，我哋五花肉。嗰時其實我有一些油，但是現在油呢又本嘅我哋啲飯頭腐合腔下，然後又係有米香。最重要我都見下食得到嗰種叫薑葉嘅一種香味，即係南部種地方最特色嘅，都我哋嘅叫薑葉嘅香味。對，嗰時候一打開來，你都披到一啲香味以後，然後你吃到地方嘅東西，真的完全不含糊。反正真是亂嚟講，你講地方乜嘅米頭都有，後你睇一粒粽嘅地方，可能冇海米，冇我哋嘅廣油煮，但是一啲簡單嘅豬肉、飯頭腐、油蔥酥，或者哪裡都看得到嘅嗰種嘅東西，但是就可以做出一啲我講米頭按到嘅一啲食材地方，係啊。你得多試下，你得多講一下，好唔好？沒有，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食材，它都有另外烹煮過，那個肉還是有另外滷過，讓它入味。所以我們在把所有食材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再把那個月桃葉包裹在這些生米裡面的時候，在那個熱水裡面滾動的時候，所有的味道就會慢慢滲到生米裡面。然後食材的味道又慢慢可以獨自散發出來，所以這樣吃起來，會有那個香 Q 度，然後每一口有吃到花生的那個清香味，然後油蔥的味道又慢慢可以從旁邊釋放出來。我將我頭都食到香菇，我想頭都講，其實你哋料理係分皮嚟做，嗰時唔好講香菇又有豬肉米，冇如講豬肉都有飯頭腐嘅米頭。其實米的米頭本身的米頭嘛有，對，像我頭先食的香菇，伊啲香菇嘅香味都可以講，對不對？這個你真係睇一開始嘅時，香菇係另外炒香，對。但是爆入來嘅時節，雖然冇咁錯，有一些是我哋呢油嘅米頭，有一些是豆腐嘅飯頭米頭，但是真係食下嘢時節，伊嘅香菇香味做出來。對，那其實係最難的。大家大合奏的時候是那麼的和諧，可是每一個人唱歌的時候，還是每一個人那麼中聽。對對對，它還有它獨奏的地方。嗰個其實南部粽看來幾簡單，其實伊每一項東西嘛，幾用心的去炒過，去對待過。其實還好，第一項我哋把它試試，你好一項料理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係四川的南浦中哦，一台节目地方，我四川人最有名的鹹水鳳肉，因為也係我哋咧主廚有帶去法國的嘛，吼。嘿，我哋試試看，我哋帶去法國的鹹水鳳肉很有嘅味道。其實我相信每一個客家人吼，都貴啲我哋咧鹹水鳳肉啦。以前我哋去中國大陸去考察時間，然後去到每一種都有無共樣做法嘅鹹水鳳肉。好像有啲嘅鹹水鳳肉，嗰鹹有啲鳳肉其實係有炸過，哦。咁像我哋陸客人哋做嘅鹹水鳳肉時間，有乜個東西要注意嘅冇？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啊，在飲食上，肉大家都不希望脫皮。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那個3層肉，然後你可以挑比較均勻的。那梅乾菜的部分呢，其實在台灣你買到的梅乾菜其實已經不會那麼鹹，而且會特別香。我們在選的時候，你可以拿起來聞，那個自然會散發出那個梅乾，讓你會有流口水的感覺。那樣子的梅乾菜就很成功。那你就把它浸泡，稍微沖洗一下。那事實上，現在的梅乾菜，你如果聞到它沒有那麼香的，可能就是買到進口的。那你如果買到比較香的，通常它曬的時間夠，而且它可能是台灣自己做的，小農自己做的，那個梅乾菜做起來的料理就非常好吃。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南部有一個蘿蔔苗，它的風味跟梅乾菜又很像。那你在做菜的時候，你把肉稍微用煎一下，我們商業行為是用炸。那如果說我們在家裡，其實不可能像我們商店一樣、餐廳一樣用炸的，那我們就是用煎的，把它的油稍微逼出來一下，之後我們把梅乾菜稍微沖洗，配着我們的滷汁一起下去燒。燒完之後呢，你如果要像餐廳一樣，當然就是變成要扣盤子、扣碗下去蒸。那我們在家裡不用，其實你最好的鍋子就是中國式的砂鍋，它的保溫性又好，那它燉起來肉其實是特別好吃。那現在流行的鑄鐵鍋當然也可以，這樣子燜起來的肉，還有梅乾菜融合在裡面，其實是非常的清香。再加一點點冰糖提味，那個肉啊，就有一點分離的感覺，會化掉的感覺。然後梅乾菜也吃起來不會澀澀的，融在裡面，你要夾饅頭或米飯都非常的好。嗱，如果講啦，其實都冇飯哦，真係食一啲飯冇到一啲饅頭，我哋吃咗啲爆瓜包哦，真係是完全可以融合。頭當我哋食得幾快吼，其實喺我哋豬肉嗰醬嘅地方，但是一切都唔會按食。好，冇食好就佢食，因為我哋本身嘅豬油已經把嗰邊嗰融合嘅，但是呢，油冇鬼皮，好，冇是有的我哋嘅豬肉食好，會有一種豬肉嘅嗰種熟味，但是因為我哋那個鹹菜關係，變成也係嗰種油味同我哋鹹菜味實在鬼好食咯。頭當上講我哋都冇模範添，你想頭都唔講我都講，其實我哋啲鹹菜個唔從我哋啲鹹菜做鳳肉嘅話，其實唔同你講，我哋可以適合過一個無共樣嘅一種器材，譬如講我哋而家佢流行嘅嗰種鑄鐵鍋，對，馬可以做出按經典的我哋的客家鳳肉。對啊，因為它的厚度夠厚，就跟我們砂鍋一樣，它的保溫效果好，所以它拿來燉東西是非常好的一個食器。那我們最傳統的是砂鍋，那現代版的大家會流行用那個外國的鑄鐵鍋，這種方式其實都可以的。可是也保溫性質可以的話，其實都可以用了哈。對，因為它慢慢燉，它的味道就會融合在一起。不是變我哋嘛，會變我哋用最流行時尚的鑄鐵鍋，我們煮我們的客家風肉啊，對啊，客家的梅乾扣肉來做這個東西也是可以的。對啊，然後你再搭那個什麼西洋的那個法國長棍麵包沾來吃，這是那時候我們在法國的時候，因為掛包送空運到法國的時候，已經因為我們不加防腐劑，所以發霉了。那你不能呈現給貴賓吃，所以後來我們就用當地的 baguette， 然後切斜片，讓他們夾起來吃。那呈現出來的效果也是出奇的好。係啊，相信佢肉嘅嗰種湯汁啊，比方這個給法國麵包底部的時間，給法國麵包香氣小麥的香味融合這個味道。一聽蠻貴好食，對，因為吸附的那個肉的湯汁
种统统有所以讲到我哋腌制的东西，我哋卤的东西，譬如我哋會卤嘅鹹菜啦，吼，就會卤蘿蔔絲啦，統統有講我哋咧蘿蔔苗，對蘿蔔苗。好，其實卤東西其實係我哋行業貴擅長做的東西哦。好，譬如我哋咧連高麗菜嘛，可以拿去做高麗菜卤。對。咁種意味講，我哋統統我哋客家特色地位啊，從唔一樣嘅去把我哋客家嗰種腌制的東西的特色去發揮出來啊。其實我們在季節盛產的時候去做醃制菜，就是客家人最擅長的。所以我們在這本書裡面也有在幫我們民眾介紹說，你在哪一個季節，南鋪子，哈，還是說豆腐乳，豆腐乳，豆腐乳啊，因為豆腐乳就是要清明節之後，那個氣候夠熱，你再去做豆腐乳。它做起來品質才會好。像鳳梨醬啊，它也是清明節左右，是盛產的時候，價格便宜，品質又好，做起來那個釀造的鳳梨醬最好吃。其實鳳梨醬做的東西其實幾簡單啦，你咧搶一罐咧，鳳梨、綠菇、水、糖，安尼就好誒。有種人都冇加糖，因為我哋加鳳梨幾甜。但是還是要加，因為它是天然的酵素。不容易發酵啦，哈。對也有人會加一點豆腐乳跟鳳梨醬一起融在一起，那個風味又不一樣。佢豆腐乳都唔會按鹹，然後又唔會按有啲味道，但是我哋咧鳳梨醬嘅味道都唔會像以前那樣嗰種幾死鹹樣啊。其實一種下放嚟真係幾好。對，它是比較現代的醃制菜。因為其實你就想講，像我哋有啲我哋會是 yogurt，就是上面有加嘅水果，其實這種想法其實是很雷同的。我哋呢啲我哋發酵過的一種蛋白質，加一點我哋呢水果的發酵物，其實兩個真係幾合。咁種呢發生喺安東啊，等客家料理裡邊，譬如講頭先有講我哋嘅當歸，我們是當季的食品啊。你係咪有乜嘅東西可以介紹講我哋當季的話，可以什麼東西？像你這個喺呢條山林，其實閩南嗰群啊，咁基本有乜嘅當季嘅嗰種東西，係咪可以講我哋順便講我哋講用去料理嗰個東西？像白玉蘿蔔它就是太甜美的一個食物了。對，它細細長長的，大概14公分左右，就是最頂級的。它新鮮吃，它有那個嗆辣味，味道特別的重。但是你可以做泡菜，你也可以熬排骨湯。那你如果盛產嘛，我們客家人就要做釀造的，做蘿蔔糕。蘿蔔糕，老菜脯，還有那個，老菜脯這個大家就會說它是那個人參吶，客家的人參，因為它熬湯的時候，它有只要放2-3根，你熬起來的湯品有回甘的味道，那你再加入新鮮的蘿蔔，還有一個1年份的那個蘿蔔乾，老中青，叫3代同堂。佢味道都有無同樣嘅層次，哈。對。佢蘿嘅嗰種蘿蔔絲，其實伊冇安尼辣辣嘅味道嘅，但是伊會把嗰種整個嘅糖嘅味道啊，打過講。對。好，然後鹽強嘅蘿蔔咧，你買食到嗰種蘿蔔咧，嗰種幾清脆，嘿，對，幾甜嘅味道，係咪幾香嘅味道？買食得到，可是唔同，我哋老中青3代嘅蘿蔔絲，用喺門堂啊，把啲糖嘅味道，一聽會幾講。咁除了泡姜蘿蔔咯，其實我哋記得味道嘛，有啲番茄、tomato， 對，細細嘅 tomato，對。那美濃是因為它的土質氣候的關係，所以它的 tomato 是那個黃色的陳蜜番茄。陳蜜小番茄。對，那陳蜜番茄其實新鮮吃就很好吃了。那如果我們來做料理，它就可以做那個釀番茄。乜嘢釀番茄啊？釀番茄釀番茄，對，其實現在你很多西式餐點或者是日式料理，它也會常常把這個菜融進去，那可以做一些裝飾，那我們擺盤上會更漂亮。釀番茄用何種呢？很簡單，它就是你去皮燙水，用水落過那個皮啊，夠容易剝下來。對，剝下來之後，你可以熬，比如說，你喜歡吃紫蘇梅的味道。你就熬一個紫蘇的醬汁，放涼之後，再把剝過皮的番茄浸泡在裡面，隔天它就入味了。
那你在吃番茄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那个番茄外皮那个口感，所以我们把它剥掉之后，你直接味道都渗在里面了。那你在吃的时候，除了那个番茄的清香味，还有你融在里面的紫苏梅的味道，或者是你就是要梅粉、梅子的味道，那也可以。那你浸泡在什么味道？有些流行用红酒，那就有红酒的味道。外國嘅做法，台灣會用紅酒啦，嗬。對。我記得人家樹梨包好，又講一個特別嘅東西，按照沙梨藍嘅，沙梨橄欖，像你幾時很容易發現有嘅東西？沙梨橄欖哈，是我們去做那個伯公照護，然後去服務社區的時候發現的。那時候我們說，奇怪。呀，阿姨用的有一個東西也蠻個東西哦。喺哪片嘅地方啊？一個在瑞園社區。瑞園社區，一個媽媽他們家有種那個沙梨，那沙梨呢，她自己呢做了那個釀造的那個蜜餞，像蜜餞一樣浸泡一下，然後我們就拿來試吃。她有做原味的，有做梅子的，那我們都來試。那我們這些主廚也很特別啊。怎麼那麼特別的一個口感？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一些涼拌菜的佳肴，然後教社區媽媽，然後又變化成它是本來只是單純的，也不算菜啦，就零嘴。那後來我們教它變成一個菜肴，又多了一個菜色。那今天我又學到說，又有人告訴我說，它可以來熬湯，新鮮的來熬湯。那我們又新學到了。嗰種一種新的食材嘛，可以用於我哋咧客家菜裡邊呢，嗬。對啊，而且這又是客家媽媽來告訴我們，又可以繼續傳承下去了。嗰隻嗰日今日節目，你係咪幾想去買一本咧客家廚房經典喎？其實我哋網絡上已經可以買得到嘅。我最冇人問我哋先生，我哋那邊可以買到一本書啊？一本客家廚房經典，現在在各大網路都買得到，那實體的書店也買得到。嗰啲觀眾朋友，你想要注意啲經典嘅客家菜，記得去買哦。今日我感謝主廚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按精彩嘅故事。感謝大家，謝謝。謝謝好哦，大家同我哋欣賞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自我介紹，我黃正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次次到沿屏東分會，一邊呢係蔡先生，一邊係潘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呢，銀幕夫妻將我哋呢松樹來按摩到我哋呢都市，給我觀眾朋友都聽我哋嚟做舒緩呢，我哋同兩隻腳打開來。打開來嘅時間，我哋強樣腳呢同強我哋呢鐵路嘅型呢強樣，我哋呢松樹拿起起來，合手來，嚇標嘅到我哋呢都市行。點我哋呢單鐵下邊，我哋呢舒適一標嘅下到我哋呢旁講嘅地方，啲旁講嘅地方，觀眾朋友我哋向左邊攞起嚟，嚇天天嚟攞到廿隻衣，喺左邊喺我哋呢飛倉，我哋呢飛倉屬緊，講我哋屬於白色嘅，拿在電到當行。喺我哋呢心倉屬於紅色，係赤色嗬。我哋紅色喺我哋呢心倉下來落皮土，我哋呢意念表喺到我哋呢肚臍上嘅時節，喺我哋呢脾胃屬於我哋呢土色咧嗬。點我哋脾土嘅地方嘅土，人講種土都點我哋呢脾胃嘅地方，即係拿行起來。歸了我哋呢心倉嘅地方，向觀眾朋友嘅左邊下去，喺我哋呢觀倉，再下來到我哋呢腰位呢喺點我哋呢膀胱嘅地方，而屬於腎臟呢係屬於無色嘅。我哋在翻動上攞行起來。
观众朋友的邮片呢，是唔定的观众，再拿上来呀，是心肠。都让我哋的意念下去到僻远的地方，种土，也就伊。在到种土的时间呢，我哋停留，那拿上来，再多进入我哋的观，我哋的心肠。向观众朋友的照片，是我哋的非常，佢呢是我哋属金，再表拿下来，都也归我哋的腰的深藏的地方，也是观众朋友哋的阴谋夫妻，将我哋的松树的枝头来用来按摩到我哋的腹腔。我哋的腹腔呢，做的时间呢，定的时间，注意讲啊，将我哋的松树来按摩到我哋的腹腔，把我哋的舒缓的小气呢，来做一个按摩。比如讲啊，我哋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比如好好啊运作我哋的仓库。我哋的仓库有，人讲有五脏六腑，按样嚟将我哋的书八脏的小气来按摩到我哋的五脏六腑，也系观众朋友要加注意嘅。在做嘅时间，我哋天天呢，拿我哋的都市气头对到我哋的心肠嘅时间，我哋的幸福用意念天天嚟落皮土。停留放以来，在西位，当我哋呢下铺墙，也是讲我哋一模夫妻做的。同观众朋友做的时间，做一个示范讲，我哋要注意那只伊，要注意我哋的书包装，不管有书在单行，还是做书做单行，也拢唔怕。因为我哋做事不管唔哪一杂书，总看下时节，调放起来。有位观众朋友我安尼攞，佢唱讲我哋呢學都市唔爽快，我安尼攞都市。阿姨媽那教到我哋呢都市種米蟲，佢唱唔係氣順用嘅安尼攞。阿姨媽唔係講安尼攞嘅意係係乜嘅，其實伊將我哋呢松樹都市種。安尼攞比個像我哋比種唔爽快嘅地方攞比細，也係錯嘅。所以我哋要注意講啊，我哋攞嘅時節，我哋呢松樹邊嘅地啊，我哋順嘅安尼攞嘅時節呢，因為伊媽唔係講我哋呢安尼通作係乜嘅用意，其實伊嘅用意係同我哋呢都市講啊，會種安尼顯嘅是冇。窮樣伊無窮樣嘅地方，都我哋用我哋嘅氣頭，慢慢地鬆下來，都也只伊要帶一些意念，帶上來。當我哋也只是有幸福，停留一下，同我哋嘅幸福帶下來。帶下來過後，我哋聽一下，再對我哋嘅幸福，帶對另一片，當我哋呢另一片嘅動作定下來，我哋有順嘛，有18模強樣嘅壓到進來。觀眾朋友會講，安尼做攞都市幾簡單咯。做乜我哋應做安尼攞都市幾簡單？其實我哋用我哋嘅松樹定嘅時節，我哋地備倉庫咪要自己做運作，而運作喺天天嚟講啊，內度嘅空間，可以做一個我哋嘅
也只伊腹腔有小肠，佮有大肠。本来咱咧大肠、小肠做一个消气空间嘅运作，比较好啊消化，带动咱咧脾胃，比一个按摩。按摩下来呢，我加到我哋咧肚丝加个顺，我哋咧肚丝加个手软，因为我哋咧更加人咧工作呢压力太大，我哋咧生活呢會同我哋咧壓力造成我哋咧胃腸消化唔好，我哋可以加一個按摩護器來同我哋咧胃腸做一個循環。因為我哋咧胃腸嘅只係肚時候有個筋膜水火圖，對我哋咧筋膜水火圖呢做一個按摩，同我哋咧五臟六腑，俾個空間個大一些，啊，幫我哋咧大腸小腸好好話來運作，所以也個呢，最好用嘅地方都講啊，我哋肚子脹嘅時間，我哋可以來做安尼嘅東西，利用安尼來消化，我哋呢肚子，幫我哋呢肚子嘅胃腸做一個好嘅按摩，同我哋呢五臟六腑。做一個循環，所以觀眾朋友要注意講啊，我哋特別肚時嘅時節，我哋唔好講啊，用安尼說得咧，安尼，嗰種肚時痛嘅型咧，安尼嗬，其實安尼狀嘅時節，我哋咧眼神有時把無對狀嘅時節，所以要注意嗬。今日希望觀眾朋友同我哋好好來做，同我哋咧五臟六腑，講我哋咧肚時嘅空間做好嚟，更加。觀眾朋友聽下哋做一個連續正確嘅動作。觀眾朋友，以下所介紹嘅按摩護器，希望觀眾朋友好好聽我哋嚟做，我哋咧五臟六腑嘅空間都會個大，我哋咧胃腸都唔會脹脹嚇，我哋下一次拿來了。